好嚟睇兩單新聞喎嚇，有一單呢交通意外就犀利喎，竟然可以撞到呢嗰個交通警就咁樣攣低咗嘅。咁期間仲要呢嗰個女子好似就嚇到呢驚惶失措啊！咁當然啦，真係都幾驚嘅。咁好似呢淨係冇着鞋咁樣喎，即係中間嗰個呢，好似冇着鞋，定係嗰對鞋呢太接近皮膚顏色呢？你見啊，嗱嗰個女嘅好似就哇嗌晒啦，咁然後大隻啲個呢就烏低咗身喺度報警，應該咁就好驚啊，因為你炒到個交通警你就大鑊啦。咁當然如果真係交通意外呢，咁就希望就個交通警又吉人天相啦。希望你如果真係意外證明到呢，咁你就冇事嘅。咁如果呢話你涉及到啲咩道路嘅守則呢，你都幾大鑊喎呢鋪。咁嗱，今日1號噶，又有啲10月10時26分啊，就呢嗰個交通警呢，依家就倒地嘅受傷嘅，仲要呢同架 Benz 就相撞嘅，咁啊最終呢3個人受傷嘅嚇。咁大致呢，就尾隨嘅呢個警察嘅電單車呢，收掣不及啊，就直接撞到私家車個左邊車尾嘅。哇，其實呢啲可大可小嘅，成個人真係好似嗰啲馬團嗰啲空中飛人噶啦，嗰啲炮彈飛人一隻豬咁樣飛出嚟噶啦。咁幸好就應該收掣得切嘅，應該減咗少少速啦。我諗如果你真係炒影咪做戲嗰啲啦，一飛就咁樣衝出去成龍嗰啲嚇。咁當時一輛平治嘅私家車呢，因為油門問題啊，就壞車，所以停在呢快線上邊。哎呀，咁邊個嘅問題啦？呢個真係要到時睇睇啦嚇。咁警方倒地啦，電單車就即係炒咗啦。咁然後有配件都甩晒出嚟嘅。哇！咁其中呢4個市民呢，即係呢個交通使用者就話嚇到咩咁。受傷嘅警員呢，35歲就急救之後就由救護車呢送到瑪嘉烈醫院。係一個小隊警長嚟噶。咁而家呢，左手前臂骨折，第3、4節呢嗰度又係骨折，同埋盤骨呢就痛嘅，同埋腫咗。咁個司機呢20歲嘅咋，咁嗱即係新牌仔呢，因為你18歲考嘛，咁都係2年貨仔嘅啫嘛。揸架 Benz， 哎呀，男司機嚟嘅。咁有個女乘客啦，亦都話呢報稱係感到頸痛嘅。咁而家呢調查咯，要係嘛新界南交通部呢特別調查第2隊接手調查啦。咁究竟呢係咩事呢？就當然要調查清楚啦。咁為事件呢作翻個交代啦。咁呢架車呢，就原來係停咗喺個快線嗰度，又會咁戇居嘅。你唔係停喺路肩嘅咩？即係如果路肩應該停喺左邊噶嘛，路肩係咯，咁都得啊，係真係。咁又會停喺快線，因為靠海啫喎，大佬嘛。咁不過佢架車喐唔到，咁你即刻，但係私家車你又冇雪糕筒嘅，打死火燈。但係高速公路好容易就炒噶啦，好多交通意外或者交通命案都係即係喺啲高速公路嘅，即係無啦啦有架車喺度咁樣就真係炒得好勁。警員呢就倒卧喺電單車前2米嘅位置嘅，咁成個人縮埋一嚿噶啦，咁都大鑊噶。你見佢哋嚇到咩咁啊？嚇到咩咁啊？咁而家就睇下啦，點樣調查啦？咁我哋就落去睇下江文慧喎。江文慧呢期就好多消息啊，因為佢要參選。咁但係之前呢，就因為佢嗰啲居留權短期內呢難以放棄咁所以呢，佢就轉戰去另一個組別。我嚟睇一睇下，即係而家呢有傳佢會去選呢旅遊界嗰邊喎。咁好似又幾契合噶。因為呢，佢依家就係做馬會啦，佢嗰個位就即係負責做推廣嗰啲啦。咁馬會亦都積極推動嗰啲賽馬嘅旅遊嘅，就係話而家呢，就建立好似一個旅遊景點啦。即係總之你嚟香港呢，你嚟旅遊嘅就嚟望下賽馬啦，係嘛？搞到好盛事嘅，
即係期期咧有人又唱歌跳舞咁樣，咁好多花神嘅，咁啊吸引多啲人入去咯嚇。嗱，佢今年8月咧任職對外事務助理經理嘅，咁就亦都適逢咧馬會近年推廣呢個賽馬旅遊，咁好似咧有少少契合啦，咁唔知得唔得㗎嚇？入唔入到閘就成問題㗎，而家未知，言之尚早。但係就話咧，馬會向香港01表示，他於11月1號起咧暫停馬會所有嘅職務㗎咯。他於嚇咁啊，消息指咧佢是否參選係佢個人決定，馬會咧不會亦不應有任何參與嘅。咁睇下咧又會點？之前咧諗住參加地區直選嘅，所以咧都要報一報噶啦嚇。江文慧咧由佢劍擊開始已經有好多聲音噶啦，外界啊，咁啊睇到佢實噶啦睇下呢鋪係點啦。咁原本咧諗住就係參選新界北嘅，咁啊不過咧因為加拿大嗰個居留權咧就好似有啲唔得啦，衝突咗。咁但係咧功能組別又可以允許啲議員擁有外國居留權嘅喎，咁所以咧江文慧似乎參選旅遊界就唔錯㗎，咁但係佢咁年輕咧，係嘛？咁呢啲從政方面就亦都佢個工作經驗都係尚淺㗎嘛，運動員嚟嘅啫嘛。雖然佢就運動員好似又同旅遊係咪拉撚到啦？因為佢都周遊列國咁樣去比賽㗎嘛。征戰各地咁，係咪都可以得呢？呢個就大家幾研究嘅。咁佢對手呢，就係做旅行社嘅，亦都呢係就係觀塘區議員馬日超。犀利啦！睇下得唔得？大家就即係如果政圈就相信呢，若果江文慧落實出戰呢，至今未表態競選連任嘅現任旅遊界議員姚柏良呢，則有機會轉戰去嗰個選委界嘅。咁中旅集團入邊呢就會出任旅遊界議員嘅做法呢，將會係斬纜啦。咁樣即係啲旅遊界嗰啲人做翻呢個位嘛。咁而家會唔會轉一次呢？咁幾得意嘅呢個江文慧啊。咁今年呢，就其實呢幾年都冇人留意嗰啲選舉噶啦。以前就好鬼正嗰啲選舉論壇嗰啲好多明星議員話去到當年有啲咩啊？當年話黃毓民係嘛，日日喺個網鬧人係嘛，咁嗰啲辯論咧聲嘶力竭。咁而家黃毓民都唔知去咗邊。咁譬如以前曾經簡炳墀都參選噶，不過簡炳墀好型嘅，佢咧唔會同你班友喺度辯論嘅。咁佢要辯論噶嘛，呢啲選舉。每人幾多分鐘，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澳門有個着住件軍服嘅嗰個，又係搞笑澳門嘅。不過即係咁以前睇呢啲好正睇佢辯論點樣講咁啊冇啦，有好多就去咗坐監啦。咁有好多咧，即係又消失晒噶啦。咁而家譬如咧望下啦，就有啲咩咧？譬如吳秋北咧，就可能會競逐連任㗎就香港島東嘅，香港島西咧就唔係太識啦。咁鄧家彪咧，工聯會就競逐連任嘅，就九龍東亦都咧九龍西就有幾個競逐連任，就李慧瓊啦，李慧瓊九龍中就民建聯嘅競逐連任啦，都係全部民建聯嗰啲㗎啦，依家都嗱方國珊咧就新界東嘅南就係參選嘅，有啲有都唔係個個都識啦嗱，有啲以前細個已經聽噶啦，沈豪傑啦有仲有就周浩鼎，全部民建聯嘅喎。咁仲有咧，譬如民建聯就周浩鼎嘅新界西北，咁另外咧就張文嘉，唔知唔係嗰個文。陳穎欣啦，嗱呢大家應該聽過個名啦，新界西南咁你話最勁嘅戰區咧就新界東北新民黨嘅李梓敬，好犀利啊！競逐連任就對手咧係陳克勤民建聯競逐連任咁仲有咧3個對手嘅話，呢啲都幾犀利嚇。
咁另外呢，功能組別呢，就鄉議界啦，就鄉議局啦，劉業強就一個喎，似乎仲有好多啦，漁農界、保險界、教育界、法律界、會計、醫療、工程係嘛？咁啊，大家到時睇下啦，睇下冇啲咩內先報得嘅呢啲咁嘅選舉。咁啊，如果江文蔚出戰競選呢，好似都為呢個選舉呢，即係倍添色彩，即係否則呢，連討論都可能比較係弱啲嗰個討論度。咁睇下得唔得啦？咁我哋揀一個集錦新聞兩單，大家睇下有咩諗法啦，下邊留言啦嚇，記得撳個訂閱支持喎。